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晴。这3、4天，你敢有阁感受到地动吗？有个人感觉讲奇怪，我昨下无啉，是安怎的心情？但是外国人学了咱有韧性，其实天公伯啊，嘛有淡薄仔甲咱保庇，切切实实起工来改进，台湾才有好前景。咱今仔日4位专家好好来讨论。来，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地质学专家陈文山陈老师，大家好。那么第二位中央警察大学防灾研究所副教授罗景成，大家好。那么第三位中央大学地球科学系副教授郭俊雄，主持人好，大家好。第四位台北市土木技术工会理事长郑定伟，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首先，咱就来继续来关心，到底花莲这么安怎？花莲地动，那么起起的天王星大楼，今仔日是继续在拆除。啊，那这届的地动，花莲有超过1400户叫人大单列作危楼啦。一寡咧设厝的人，因为本身唔是厝主，根本就袂使申请到补贴。县府保持表示呢，只要你是实际住伫遐的住户，就拢会当来申请。花莲县国局处开设联合服务处，特别透早都未少人，真侪拢是细厝人。这产小者细厝3、5年，即马正做红单危楼，免继续住。搬厝都正做正重要代志。伊无奈表示，因为无符合资格，申请补贴是一直卡掉的。就还是需要帮忙吧。对啊，因为有光是那个什么政府的那个搬迁就安迁救助那一个，我们就很多人不合格了，那一定要户籍地所在地呀。可是我们很多人的户籍都不在这边。本来4月3号要入籍，就崩就倒了。倒的时候，你人有居住在里面啊，就还没有。要这黄县市第3海关大楼买厝，初三要签户籍，用力地动就到位，新厝还未大，厝就先必开，搁被判定是危楼。伊也调集来问。目前红黄单的大楼超过1400户受影响。花莲县长徐正辉表示，未来中长期大的问题，要向做合厝顶方向来规划。这一次是对人，不对屋主，所以这一次就是，如果您有居住的这个事实，您是实际的居住者，您就可以来这个申请租屋补贴。除了受灾户有补贴顶悬的疑难杂症，厝甲正严重的天龙星大楼拆除作业也是一波三折，受地动尾加上落雨影响，进度一直延前。大港业者各大型机构设备继续进驻动工，由顶悬向下骹一站一站来拆。当拆完这一层楼有这些物品拆下来，散落在这个我们的堆置区的时候，我们就先把它用机具拨到旁边，让这些物品先放到我们这个保管区域去，让住户这一层的住户可以有机会先去那边做认领。拆除工程继续10外点钟，花莲县建设处也表示，考虑中心偏移这因素，为厝楼尾顶开始动工，一站一站停留检查，将财产的损失尽可能降到上低。记者综合报道。咱看到新闻大当中呢，其实必须要做的代志还佫真多吼。不过，也是有真侪人对着即摆的地动，乃至到进前伫花莲所产生的这个地动吼，有人讲啊，迄是运气好啦，拄好早时吼8点通，大家拢已经出门啊。啊，若无正吼，但发生伫西部吼，哇，这人搁较侪，外国人唔知啦，甲咱学落甲咱家己就歹势。老师，你安怎看？我想，咱这几年的一寡较大的灾害性的地动吼，其实咱来讲啦，咱是运气嘛算真好啦，吼。但是反对咱来讲吼，咱的建筑物在92地动以后吼，其实是加强很多啦，吼，这是咱事实有咧做，事实有进步的所在啦，吼，我想这是袂当否认的啦。那当然，
你袂当伤过欢喜啊，因为即是92你以后有3遍地动，包括这道，啊，佮2遍是0206的花莲，0206的台南。其实这2个，这3个地动来讲，拢算中大型的地动吼。其实造成灾害是拢较区域、较小规模的灾害，伊毋是像92吼都会型的这种灾害，咱还袂拄着。都会型的灾害的，咱像讲今年1月初日本能登半岛迄个地震，迄个规片的救灾吼，咱即马除了这92了以后吼，咱还袂拄着，所以这是还袂考验着咧，还袂考验着，所以免我讲，咱免伤过欢喜，所以咱这几年来一直咧讲地震的灾害，拢讲台北市吼，迄就是伊就迄属于种区域性的种灾害。种灾救灾吼，迄是爱有技术啦，啊，佮有训练，上重要训练。对，技术我即摆是讲啊，当然咱救灾，咱台湾的这消防队、这救难团体拢有经验，算真勇啊，算真好就是啦。但是问题区域性的这种区域性的这种救灾啊，毋是靠这个人啊俩，佮爱靠社区。一个地震了后，社区有一寡无受伤的人，伊就爱去救，因为啥讲呢？因为你这救护车、消防车吼，无法度入来。你看日本吼，这道我想你讲，伦敦这道的这地动，你电视来看，你会感觉奇怪，迄火烧啊烧3工烧袂停。对啊，啊你消防车拍袂花，毋是消防车无法度入去。啊，就要叫驾驶人来甲喷水。无，你水管啊拢断去啊啦，吼，路啊拢塌掉的。啊，有影。啊你就放火烧啊嘛，这哪像92烧工嘛，迄无法度啊。你尤其较山区的种，咱当作92东势啦，吼，啊种玻璃啦，迄人落啥拢袂法度入去啊！你变啊3工后靠救难队靠有法度入去啊！啊，你3工已经过黄金时间啊嘛，所以这种大区域的这种灾害吼，咱也袂拄着，所以我就讲，咱政府一定要赶快吼去加强，尤其用社区的救灾能力，这个社区的。这真重要，真重要。咱的专业的这救灾人，这我想技术拢 OK 啦。好，刷来我要请教着罗老师吼，罗老师，咱这个防灾研究所吼，还是咱的系内面，一定是关于着事前的减灾、准备、应变，乃至到灾后的重建吼，咱拢有处理嘛吼。是。啊，但是咱这摆吼，叫这个土耳其的这个无人机来吼，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件迄个土耳其来合作咱救灾吼，其实是甲进前土耳其地震有关系啦。吼，就是讲咱迄个咱的救援队去遐甲帮忙。吼，啊伊即马伊就过来回访。吼，啊个以这件咱华人的迄个灾害的状况来讲，变做讲咱台湾家己的迄个救援队，咱家己能量有够。吼，所以变做讲，咱对于外国的迄个救援队，咱就无遐大的需求。吼，啊个其实即件的地动反映出来的状况，其实甲进前的地动无啥共款。吼，即件的地动，其实你困伫建筑物内面的人，相对无遐济。吼，啊个即件，咱足济拢是咧找伫去太鲁阁佚佗遐，伫山内面呢。吼，所以变做讲，即个搜救的状况，其实甲咱进前咧训练的咧处理的，有点点啊无共款。吼，所以变做讲，其实咱做侪咧搜救的迄个策略，吼，即个其实是伫都市搜救内面较少看到的。哦。所以因用无人机先去，因为咱人无法度去入去内面嘛，所以用无人机先去看内面的状况。吼，其实台湾伫即几年的发展，吼，其实做侪消防单位，吼，因嘛拢有无人机方面的训练，吼，因嘛当用无人机去做勘灾。吼，其实头拄仔陈老师讲着，咱伫这25冬来，咱其实有做侪伫防灾拢有进步。吼，其实咱袂当讲这件是7.2，吼921是7.3，哦，咱这件甲921差做侪，吼，那想讲咱做用做厉害，吼，其实我讲好，即便讲咱有进步，咱爱搁继续做。老师，你毋是准备图片要咱看一下？哦，好，我事实上避开种介绍一下吼，其实咱国家对迄个防灾有做侪准备。吼，像讲对即个大地震，吼，因为咱唔知影当时会发生嘛，吼，所以国家就做一寡科学的研究，吼，像讲
咱进前有国科会有做一寡像讲震源的分析，讲来咱这个地震可能会有偌济人有迄个伤亡，还是讲厝倒偌济，咱有做这个科学的研究。科学的研究咱就爱个落实嘛。所以变做讲内政部伊嘛有做相关的迄个相关的方案，讲咱免咱来因应这个大规模的地震。简单来讲，咱即马大概有做6大对策，20项的迄个代志，在各个部会拢有咧努力。平常时拢有咧准备。咱有咧准备，当然，我咪讲咱即马准备就是拢100分拢无问题，爱搁继续努力。是，我来请教咱的桂老师桂老师，他昨我甲这个罗老师啊，有咧节目进前我有开讲，讲事实上你甲看921苏三星的这个进度啦在9216以上的规片，在花莲的安尼，即摆伫花莲的在东边的一点点啊，是敢是安尼？还是讲伊即个地动有即个伊家己的特色伫个？即届的地动，伊的特色就是离正央离咱路林有一段距离啦，所以就是好运啦。这就是好运的所在。还有另外一个好运的所在，就是讲，这个地动发生是伫台湾的东部，咱台湾东部建筑物拢较耐震。咱东部的建筑物较耐震哦。对，因为咱的耐震设计规范伫东部较严格，要求较悬。因为东部咱地震活动悬，灾害性地震常常发生拢伫东部，够以末代地震，所以咱东部本来对耐震的要求就较悬。所以即届伊发生伫东部运气好的另外一个所在，就是遐建筑物是咱全台湾一般来讲应该是上耐震的所在。咱掠做讲是西部，大家较惜命，大家起的较勇安尼。原来是东部，因为法令规范较厉害了，对啊。是有规定，所以东部较严格，所以厝大部分的建筑物拢较耐震。伊这开始安尼规定是这几档，还是讲这10几年以来都是安尼？这应该是对台湾有耐震设计规范是，我会记得是1974年还是1976年的有啊？这久哦！1974开始的有啊。按讲当然这几年来是一直进步，尤其是921了大幅度修改，这当然拢是有咧做的代志。所以台湾的东部有这几条活动断层，个地震活动度悬。所以，伫台湾东部本来厝都爱起较耐震，这是法规嘛有规定。所以，咱921比起来，921是伫台湾的中部哇西边遐发生的，遐人口稠密，应该讲有建筑的年龄普遍嘛较悬，因为人口一开始台湾有。较侪人居住的所在就是伫台湾西部嘛，所以遐伫南921比起来，情形是无啥共款。对迄卢教授提供的这2张图，咱嘛会使看，这2张图拄啊好。今仔日我嘛搭伫我的脸书这2张图，一张921的，一张是即届地动的咱来看伊。颜色较深的，颜色较深的5级、5弱、5强以上的，加6级、加6强、6弱，震度7。积极地震伊上盘的所在有有这震度6强、南震度7的区域。你讲乌青去啊？范围足大的，即届的话上大5强。6弱，即届上大6弱，搁无6强，有6强，歹势，有6强，毋讲无震度7的，6强嘛，甲所在位置无范围无较大，遐搁是台湾建筑物常用的所在，所以即届伤亡较低，是普遍有因为即个原因的。是，就会请教咱理事长他都要讲到咱
东部的建筑法规规范较严格，还是讲规范较济？这是1974年就开始用的吗？其实咱因为咱地动哈，咱为足早的一寡法令法规哈，其实甲日本同款。大概大地动啊，咱有一寡人员伤亡了哈，咱的相关的严格就开始慢慢啊规范一理哈，慢慢啊愈来愈严谨哈。唔敢讲哈，因为地动开始的时阵，其实地动发生统济就是咧花莲的外海哈，啊，所以花莲遐哈。拄仔老师嘛有讲诶，为什么讲遐一寡迄耐震规范的规定哈？伊会讲地表加速度哈，一寡设计条件，伊遐哈民众伊嘛知影讲，啊，我咧住喺花莲，我咧起的厝我会较用诶，吼。毋较讲咱淡其他区域哈，有当时啊讲，咱比方说咱淡台北，咱的耐震的能力，甲淡花莲的耐震的能力，比起来安怎？本身你设计的时阵哈，但花莲的迄阵，迄个伊的设计耐震度能力哈，其实会较保守，因为甲迄个耐震的部分哈，依照法规部分，伊家己嘛会去逐步去放大。毋敢讲为什么讲咱花莲因为常地动，所以咱讲常去花莲耍的人，迄地动的时阵哈，大家就惊讲哇，今要走去外口。我花莲的人讲哎习惯啦，讲啊这地动对阮来讲，因为中级的咱讲的中正哈。迄种其实对因来讲，拢是习以为常。小可代志。毋通讲，咱依照整个台湾咱的分区来对，其实咱有很详细的分区的分级的这个规划，甚至咱讲台北市，甚至咱讲的盆地效应，哈，甚至台北市有分到讲每一个区域每一个里哈，迄每个相关的咱讲的耐震的法规拢无共。啊，这个是咱921地震之后哈，咱过一寡异化发生的时阵哈，咱的盆地效应。在法规里面一直慢慢的更新，所以今嘛的法规其实已经就完整的哈。这部分给大家做一个报告，就是安尼哈。所以花莲为什么讲伊遐这届地动哈，因为发生咧外海。主要这届地动，像咱921，伊是发生在内陆，喺内陆的时阵哈，迄个时阵的破坏力就较大。啊，过来是这届摇的时间，甲921个无啥会比的，咱这届摇的时间嘛较短。921时间摇，迄个时间是足久的。唔较讲即马为什么咱的地震分级内底哈，有开始分出所谓的5弱5强，哈啊6弱6强，伊就是甲摇的时间甲加入去。你看一个建筑物哈，你咧摇的时阵，你今仔拄着4级地震，你摇的时阵，你摇10秒，甲摇30秒，甲摇甲你持续甲你摇1分钟的时阵。迄个咱讲的，迄个破坏力是无共的。唔较讲甲时间效应甲放入的时阵哈，就所谓的有5弱5强加6弱加6强，就是甲时间因子甲放入去。啊，这个就是好你家知，咱摇的时间其实无遐久，啊，个咱属于是外海，又不是属于内陆。李主任，我请教一个代志哈，有诶吼，譬如讲，我一摆无摇1分钟啦，我一摆甲你摇30秒啦，啊。休2点钟了后，佫甲你摇30秒啦，啊，佫2点钟了，佫甲你摇30秒啦，啊，这个建筑物是会动还袂动啊？即摆是惊讲一直摇，持续一直摇。你讲摇30秒佫停了哈，啊，佫摇30秒佫停了哈。当然，你摇30秒的时阵，迄条啊，准若讲咱有一寡落尘的时阵，迄个条位可能是已经闭开啊。啊！你讲忍受下一次佫摇30秒的时阵哈，这个厝可能嘛是迄比佫较严重。啊，我你一届迄个，如果一次发生是佫摇60秒，甚至摇咱讲100秒的时阵哈，迄当初伊的受伤的程度是佫较大，因为你摇的时阵，它会慢慢晃动，伊的振幅也会越来越大。你摇，伊愈摇愈严重，啊，就可能就跳就规个拢离去啊，哈，就是安尼。即摆就是讲哈，甲大家。报告就是讲哈，咱的厝地动了，一届地动摇一个，内底可能是有内伤啊。啊，你如果有内伤的时阵，你佫无去甲维护管理，无甲保定的时阵，你佫等第2届的时阵，佫甲你摇30秒。你摇几落届的时阵哈，你就是咱讲的，咱已经内伤啊。啊，内伤你拢无去甲处理的时阵哈，啊，届就变啥变重伤啊。
哈，可能最后一次地震有可能是咱讲最后一个稻草的地震啊！你即马这个厝哈，有这个危害度的风险啦。今日咱理事长准备了真侪图啦，吼，啊甲其他伊要来解说吼，大家吼会当来检视家己厝地内面吼，应该爱气象解郁吼，看到下厝来的时阵吼，你心情会较好一点嘛吼。所以我要请教着陈老师啊吼，老师你会当甲咱解说一下吼，即摆吼，甲即个美伦啊断层呐，还是中国的断层呐，中央山脉断层，这到底是倒一条啊？但即摆安尼，拢无人咧讲呢。这道的地震有一点复杂嘛，我来讲一下。好，主震伫主要地震吼，这主震吼，伫这个横滨的外海嘛。系啊，讲这主震，即马大概还没有一定论啦。啊，到底是咱的纵谷这个断层呢，还是外海佫一个断层？外海佫有断层就是啦吼。即马这大概有咧讨论最近哈，因为慢慢一寡资料出来有咧讨论就是。啊，另外一点就是讲，伊种你看这道地震，伊余震也是以后的地震吼，一直往北走去，也是讲咱的主震了后有一个6.5的地震，伫花莲市北边。这个地震来讲吼，伊破的断层，佮参主震无共啊，无共，所以这其实有一点复杂。以我看来，6.5迄个地震吼，应该是中央山脉的断层啦。因为真浅，伊透5.5公里啊，尔。哦，感受真强烈的。对，所以主震了有一个6.5，其实有一寡伤害是6.5。迄阵是诶。迄阵吼，佫加剧咧款。啊，因为伊佫靠近花莲，参这太鲁阁嘛，所以其实沙卡党吼。系啊，其实伊这第二个地震是佫有加剧伊的这损害，所以有可能。尾啊，咱即摆90%的人是因为拢落石地着嘛，可能山区的这落石的话吼，可能有一寡参遗震有关系啦，6.5迄个，所以其实看啊，所以其实即大家的断层有一点复杂啦，哦，佫有头仔讲的是美伦啊断层，美伦断层是6、7年前迄个02、06花莲地震迄个地震吼，有来驱动啦，有来动着啦。哦，其实地震无伫美伦断层，伊是去动着，啊，伊怎啊突起来吼。啊，即道地震来讲，美伦断层应该是无动啦，哦，无大动啦，哦，所以伊其实即道地震过去吼，真侪有灾害性的地震，100年来大部分拢伫花莲市的外海即道遮，这真侪，这还有20-30个。哦，我今日拍这个图，我有统计这个100年来遮。拢伫即搭遮，拢伫迄个位啊。拢即个，尤其台北盆地的灾害吼，有几啊个拢是因为拢遮。吼，咱叫民国70几年迄个有无？华阳市场中和迄个华阳市场倒去第47个有无？迄地人嘛是即搭遮。而且当然参这地震的伊的传达的路径啦吼，各方面。老师，意思是讲伊遐发生啊，变做隔山拍牛安尼吗？嘛无过一个出现隔山啦，但是伊震波是即道的震波伊是往北嘛，拍一降落去安尼。哎，中风拍落你啊，所以加减你会有来伤嘛。咱盆地台北盆地内面还佫有盆地效应。对，所以其实灾害讲爱看迄个地震迄个应力吼，迄个力上大力是朝哪个方向？拍倒边去。地震波的行进的方向，迄有影响就是。所以台北这个盆地头啊有讲吼，有盆地效应，所以其实爱特别注意。我这边你讲补充头多迄个款吼，咱即摆震度吼，咱的这个耐震系数来讲吼，双北市、桃园、双北、基隆、高屏这4个大都会区吼，我来讲吼上低0.237。其他统统0.337。老师，0.237是什么概念？0.23G，G 是一个重力加速度。好，头迄种度来讲吼，你有看迄两个度。咱上低哦。对，这就是我就是讲哦，你看下个台北市吼，我怎来讲吼，双北啦，双北人口密度上悬啦，围绕建筑占全国1/3啦，另外一点头讲的盆地效应啦。
所以这种所在是发生灾害吼上严重的区域你个上0.23G，台北人上有钱啦。上万倍。所以建筑物吼，理论上是应该爱较上用啊，爱参别人相共啦。我这样讲袂当，唔是讲你爱上悬，上少你买0.33G。是咱市民较万倍，还是咱？当初你定的这个法令我问过啦，内政部伊讲吼，当初阮定这个，伊是92以后定的嘛。伊讲迄阵吼，阮认为迄个厝来讲，台北无活动断层啦。所以互你较低，互你较低啊！其实伊定迄阵台北已经有啊啦。我老实讲，2000年阮就定三角断层定出来，它是活动断层嘛。所以这应该爱较紧改。我这较紧改的意思是讲，即个湘北市即马大家拢咧讲即道地动了嘛，出一人咧讲这个专家咧讲，赶快迄围绕度跟赶快做，好，赶快做，同时你应该来伊安全修法令嘛，修法令。摕来参其他全国其他所在相共，无你拆厝起了后起了后袂活啦，对不对？老师你无讲，我唔知呢。我要先跳去问理事长，安尼敢对啊？这0.23G 啊呢？其实这是安尼就是因为咱咧做所谓的耐震设计的时阵，除了咱讲的每一分区咱讲的，拄啊老师讲的，这个0.23G 啦，0.33G 的这个地表加速度伊个有一寡因子，比方说伊有地层的因子，地层呢，伊是不是落于所谓的盆地效应？伊其实迄讲那个相关的那个地震力伊拢会给它放大。比方说咱的地层较软弱的时阵。伊迄去乘上的迄个因子其实它会把地震力的效应会把它放大，所以讲伊有法度讲为什么伊新北即马当然这会使个大家去讨论伊阵若讲把这个0.23G伊个甲放大到咱较比较大的比方说咱0.33G 还是啥伊个加上伊的软弱迄个地层的因子，个加盆地效应的因子。伊个地动力会变足大的，足大的时阵，伊咧要设计的时阵伊可能不管在配筋还是各方面部分迄可能条拢爱做甲足大机的，所以这会使讲大家都去讨论。就建筑的成本。所以伊比方说咱的台中伊的地质伊较好，土方的地质嘛较好的。为什么讲伊就算讲伊的地质，伊的咱讲的咱的分区的地表加速度。台中伊可能嘛是较大，不过伊个乘上伊的地层的因子的时阵其实伊的设计的地震力其实无一定比台北较大，所以这甲观众朋友个小解说一下。其实咱唔是讲干那所谓的咱讲的分区，咱这个设计地震力尔，咱个考量的地质因素，个考量相关的盆地效应。但是照刚刚老师所讲起来，台北个盆地，个活动的这个断层，这应不应该爱提一下？因为这讲咱这0.23G，伊主要甲乘上一寡地层的软弱的因子伊去沉下去之后，伊的地震力的考量可能比其他县市可能来的还要大，对，所以可能它有好几个因子要去同时去看的啦所以这嘛是爱甲大家做一个说明。唔是讲伊甲这个看数字少较济安尼当然老师讲的是讲当然甲这个咱讲的这个咱的相关的咱讲的系数要甲放大的时阵，当然是对咱的建筑物是较安全。不过回到讲，万一伊甲相关的地层条件甲算入的时阵，就讲的，你就要起一个大楼的时阵，迄个条可能会想象的会非常非常的大，所以。迄下届佫会使来检讨啦，佫来讨论，甲一寡地质的即寡专家大家佫来讨论看卖，看安那是较合适的。我要先请教郭老师，迄个咱罗老师，那安尼重建安尼是毋是讲他像理事长讲条落来起甲真粗？我安尼说明好就是讲咱伫建筑物的迄个耐震，咱有一个原则：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意思是讲，咱即个像30栋的无地的地动，咱厝袂必顺。若像500栋、475栋的即个地动，咱一般讲的中震还是叫做设计地震。
吼，虽然讲厝有一点啊必损会当修理，啊像大正，吼来讲2500栋一间的地档，吼，就讲咱迄个建筑物会起来，吼虽然讲伊一寡梁柱会避开，问题是讲伊起来会当甲咱的内面的人的迄个生命吼保护掉的，吼咱一般是有安尼的迄个考虑，吼咱袂讲为着讲要绝对不耐震，结果你起的厝条啊足大梁柱足大，你要放家具，你嘛是爱用啊，嘛是做歹放啊，吼所以变做讲咱有即个考量啦，吼这是一个部分，吼按个除了讲咱考虑迄个建筑物以外，吼其实伫地震的防灾，吼有一寡较俗的低成本的，做者代志咱会当做啊，像讲即马吼有足侪人的书架倒去，吼倒去等于咱会受伤啊。问题是讲你若甲书架吼固定伫墙上，这几十箍就解决啦。问题是讲咱足侪拢无做啊。另外就讲像讲头拄仔讲着，咱旧的建筑物吼，伫民国63年之前，咱无考虑到耐震的一寡规定，这部分是毋是爱紧来做补强？这其实是应该爱做。问题是讲对足侪民众来讲，我即马就爱摕几十万、几百万出来补强。后件敢会发生地动无？我嘛毋知。补强，敢一定就无代志。吼，像即件迄个花莲的岛，迄个嘛讲有补强过啊，嘛是倒去啊。吼所以讲对足侪民众来讲，变做讲这就是有一寡不确定性。吼这部分我感觉讲，咱政府需要对民众做较侪说明，讲好，咱安尼补强有啥物的成效？吼当然就讲，其实咱咧考虑大了舒适，大了安全。有一寡钱，咱其实是应该来投资啦，系啦。是，就我来请教郭老师吼，咱看到这个图表顶头吼，有个正长层啦，吼，逆长层啦，吼，怀疑的长层啦，吼，乃至到讲会当中国吼长层强震的发生率，这顶头拢有写，玉里长层是53%。理论啊，长层42%，地上长层45%，水吼32%，海外咱无写啦吼。我要问讲吼，像这种物件，这种是几率啊？嘛有人咧喊讲这梅山吼，这已经有大地震，这3、5年之内一定有大地震。咱做地质研究的人吼。到底即马有啥物工具，还是讲预测？可能是无啥有可能，吼，还是讲预测会使，但是是大约预测。恁是安怎看待地动安这项代志？是吼，咱即马看到这图的面顶啊，有4条长层，伊拢有发生的几率。这其实拢是用科学性的统计的方式，结合地动甲地质调查的资料来做统计，这几率拢是长期的。咱即马科学佫无法度做甲短期，也是临阵的预测，即种的拢还佫无法度。毋讲咱有法度对长期的发生几率来做一个统计哦。其实咱这断层的地震发生几率哦，其实的。咱拄仔咧讨论呢，耐震规范、耐震系数安怎决定，这有关系。耐震系数安怎决定，其实就是爱对咱去计算，台湾所有的活动断层，咱所有的区域震源了，咱才来画出一个地震歪度分析的图形。即马咱才来规定讲，东部。地震发生率较悬，咱设计值爱较悬。来台北地震发生率较低，咱设计值会使较低淡薄啊。毋讲，这就是咱拄仔其他的专家拢有提到，这台北盆地微分区是咱即马耐震设计规范的方法。依然台湾其他的区域哦，方法拢无共，用微分区的方法。虽然伊的 PGA 考虑0.24G 尔，无讲上悬，毋讲
台北盆地哦，也长子效应，遇到强震的时阵，长周期地动会较强，短周期的会较弱，因为有土壤非线性效应，短周期的折减。是，下面叫做土壤非线性效应。这有较复杂哦，这就是长子效应，一般大部分的人知影长子效应，然后讲长子效应会把震波放大。其实震波有分短周期和长周期的，长周期的放大，短周期的折减。有的是啪去，安尼是这个意思吗？是，你要想象，像土壤异化的时阵，咱的地层失去承载力，伊迄地震的力上来到地表的时阵，迄地震的摇晃无法度传达起来，因为迄地层整个软弱，也把高频的地震力吸收掉，伊电导会较弱。所以台北本地微分区今麦的设计概念就是 PGA 无较悬，毋讲伊甲周期对长周期去延伸，所以伫台北盆地，咱咧考虑的设计地震设计反应谱，伊用看较长周期，因为台北所以高楼较侪。他历史长咧讲的这个意思对吧？是高楼较侪，盆地较软，伊迄长周期的反应会较强。所以，等到今麦耐震设计规范是设计去顾遐中长周期的中高楼层建筑物，也毋讲的确哦，像迄蛋糕修讲的，三角断层无考虑到，这是一个可能较不确定性的所在哦。因为咱拄仔讲，即届地震发生伫花莲，咱遮花莲已经几啊条活动断层有考虑啊，所以建筑耐震设计规范伫活动断层附近哦，各有迄修正因子，互伊的防震系数搁较提高。是台北今嘛就无这老几条三角断层，毋讲无近断层修正。这若要修改，应该是市议会爱修改吧？内政部营建署爱修改。这个中央来处理就好。中央来处理，你中央来处理。所以但是规定讲，无你台北市要提悬安尼，是这个意思吗？这是当然个人的意见啦。我即摆讲，我头先讲，我有很多的因素去考虑啦哈。你讲台北市分那么多区哈，这里面很多假设啦，迄种是过有去啊。我就简单讲了，是讲哈，头先咱讲的，你人较济，哈，围绕建筑较济着，你个有活动断层一只，总归来讲啊，你个盆地中宽呐。我即摆就是讲哈，第一人头有讲过哈，唔是讲我令这厝。完全袂倒，唔是，我可以受损绊倒，人顾着，对不对？好，所以无可能我一个地动一个七级的地震之摆吼，我要完全无可能，吼，你无必要起啊一个铜墙铁壁种迄嘛，因为你7级的地震要来台北市吼，我讲听，可能500年的时间较一遍啦，所以你无必要，但是6级的地震之摆吼，可能100年50年就一遍啦。所以咱是要拄着，要看的是那个周期比较短的，然后中型的地震，规模6点多，因为规模6点多哈的地震，以台北市家来讲哈，那种近震来讲哈，伊的强度可能可以到6弱，到这个程度哦。没秒。6弱你台北市你袂动的啊，这种几率上来讲，可能100年有可能有一遍哦。咱就上次什么时候？上一次什么时候？1909年啊。哎呦喂！规模7.1啊，咱台北市下较80公里啊，迄个震度我相信一定到6弱的啦，对不对？所以我基本上咱是考虑这种款，唔是讲哦，我七强来吼，拢无7强的地人来台北市哦，可能500年一遍啊，所以你厝嘛早浮起啊，那个款唔是咱是要考虑这种6点多这种地震台北市，这伤害会很大哦。这种头讲，这种周期可能100年，这种周期，所以你小拄会到的。来对付这种，你要对付这种啫。你厝唔是讲我6落来，我就袂倒，唔是我绊倒可以，受损可以，但是我无倾倒，人我命个伫的，所以咱是要考虑这个因素，唔是考虑款。所以当然你每个地方，咱台湾拢有伊个地质条。头先讲咱都会区哦。我来讲用都会区来看，台中市算袂歹啦。OK。因为下骹伊是软砾石层嘛，石头哈，
伊毋是沙泥层，所以伊盆地效应无迄个盆地效应，大量市区内面啦。我即话讲种这，啊台北市毋是的，有加歹种盆地效应啦。所以为什么咱这100年来吼，台北市的地震受灾吼，拢毋是台北市的地震，拄仔我讲1909年的地震以外，其他拢是外口的地震嘛。车龙埔100几公里来的地震，你台北市嘛受损。你这道嘛是100几公里为了东部人嘛受损，对不对？是拢外口来的这种地震，所以造成台北盆地的灾害，拢毋是咱当地内面的哦。你当地内面迄是真惨嘛，你规模到6.5、6点多，迄种在足惨嘛。所以你看，所以盆地效应吼，其实讲实在吼，是真的影响到台北市的建筑物的是啦。哦，这理事长，你吼甲咱教一下。那即马吼，登去厝的吼，比如讲我登去厝，我就爱看啥物？我看我的厝地，我敢若知影讲，迄泰路吼，差几片会落落来啦。是。安尼啊，啊其他咱也看唔捌啦，啊是要安怎看？其实嘛啦哈，其实老师嘛有讲哈，咱起码所看的哈，当然待会我会甲大家讲哈，咱要哪讲哈，地震了，咱家己要哪看，咱家己厝哈。自我检查到底有没有立即危险？哈，我为什么讲所谓的立即危险或是现况安全？因为咱即马哈，无管你咱即马咱搭什么黄单啦、红单啦，这是你搭啥？这是你搭讲你即马地震了，你现况的建筑物有没有立即的问题？迄不是讲你这个房子我给你搭黄单，啊你以后哈你做补强，哎，就是甲修复成了原来的那个。原来的功能之外，哈，啊，你就是讲哦，啊，你我介我地动免烦恼啊，唔是安尼哦，因为你本身的徛家哈，你的建筑物伊耐不耐震，迄唔是讲看咱讲，什么咱甲看讲咱条位哈有利啊无利哈安尼尔哦，迄是讲你到底要不要去做所谓的咱有耐震初步评估，因为你无去甲分析的时阵，你唔知讲你这个耐震度是偌济哈，所以我即摆先甲大家做一下说明。你会使去网络哈去拍这个咱所谓的震后哈，震灾后居家后咱的自我检查手册。伊这内底其实有大概讲，你免哪自我哈来看你的厝，因为咱即摆很多的建筑物哈，拢是非属结构体的损坏，拢就讲咱的一寡砖仔壁。还是讲咱的一寡迄个附属的结构哈，迄落哈，迄有当时咱较免较烦恼。咱主要是咱去看啥了讲哈，因为咱即马足济咱搭红咱红色的单哈，还是讲咱即马咱华联哈，即个地动了倒去的，还是讲较危险的部分，伊的下骹的条一定是拢歹去啊。好，所以讲你拄若讲你家己看你家己的厝哈，准若这条位拢已经莫讲的条，准若发生的这个必顺哈。是条啊，还是牛？哈啊，条啊牛的时阵，有讲这代表咱讲的45度。哦，啊，这就还是讲咱要拍车啊，哈，打叉叉哈，还是讲咱 V 字形的嘿哈。啊，佮属于咱的条啊位的时阵哈，啊，你就爱注意啊哈。准这过来，这就条啊哇，咱拍哇，咱打叉叉的啦，拍车啊啦哈。啊，讲咱这牛哈，有这45度的这很明显的这。这就是咱系统性的哈，已经咱的结构性已经损伤啊！啊，你这已经算内伤啊啦，哈，你算内伤啊啦。只要是哈，你有这种属于必顺的时阵，其实你这个咱讲的建筑物的耐震的状况，其实都已经有问题了，迄种打问号的哈。啊，做若讲纯你讲你的咱那个牛哈，我你赶快哦，嘛是在拍这打叉叉的这东西。这东西结构性的裂缝，就来讲像这顶管这哈，有一点很，刚刚更金哈，刚刚钢筋的部分是平行的哈，还要注意哦，有可能是你的，咱讲俗称的高氯离子海砂屋啦，迄个钢筋已经有膨胀哈，啊膨胀的时阵常常会有哈，你调啊的时阵哈，你基本我离那是拢离甲迄个更金哈，是港方向、港位的时阵哈，迄有当下是所谓的高氯离子的厝。啊，还有一个状况是哈，你的保护层过薄。咱你起厝的时阵哈，咱本来爱有混凝土甲保护，爱有一个保护的空间。哈，迄足薄的时阵哈，啊，准若讲有地动还是讲离去的时阵哈，
迄个部分的伤比较会受到水汽的影响啊，它会钢筋以后就会锈蚀，就会膨胀。所以反正只要你发生在所谓的梁跟柱有状况，反正你就家己爱知影讲哦，我这个厝其实已经有小可有问题。啊，做老公，咱很多大部分东西上面状况，开口处的这种裂缝啦，好，比方说那个开口有这种裂缝，其实它如果是不是属于的梁跟柱子，但属于砖墙。那砖墙的时阵正好有这时阵，你立即性上面的部分其实比较没有立即性的危险啊。不过这你做老公，你家存这下打拍车啊啦这下盖掉那个搁甲补回去。啊那接胖呢？接胖就是这有小可裂胖这因为不连续面裂胖的时阵只要是讲你咱这个壁，卖讲安尼拍车啊，还是讲损伤有那种掉落物会规个倒去，啊你就爱。这来会规个倒去已经穿透的时阵迄当阵你嘛爱注意啊。不过咱都话讲你的开口处啦、门啦、边啊迄个裂缝啦、门厅啦、窗厅啦，迄种其实拢免小可代志。不过你下盖你搁是爱甲补回去，因为你无甲补回去了后，你下盖地动的时阵，放落来，可能你要恢复它原有砖墙的功能，因为这砖墙有时候是咱的保命符。咱即摆有啥物讲？咱的老旧建筑物其实不等于危险建筑物。你讲我厝就老，你甲我讲我危险，不是哦。有当下老旧建筑物，因为它很多的所谓的砖造加强砖造，你地当有的时阵伊的迄个砖墙它反而是吸收你地震的能量。地传地，伊甲你即摆迄个壁派起了它对你的梁跟柱子的损伤会比较小。所以你都要讲有的砖造的房子伊的砖，咱讲的非属结构体的这砖造派起来了，你要给它补回去。因为为什么呢？盖地动的时阵，这个砖墙可能又是你的保命符，所以你还是要修复。只是说你以当下的立即性的危险的话，只要不是所谓的结构的问题，不是梁跟柱子，是这种附属结构物的时阵你就较免烦恼。你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做一个判断，安尼就使。是。所以我要请教罗老师他当咱一开始伫新闻台内面就讲，有一个人讲，我就还未去报户口，按算就要移这个户口入去，当即马惨咯，我会当请补助无？这种一连大入去就无事实，这会当补偿吗？这到底在整个救灾的系统？中间的系统内面，咱安怎处理这种物件？其实伫咱迄个伫大灾害了咱爱重建、爱恢复咱的生活嘛。补助这部分其实是最重要。问题是讲，咱补助分做两个系统，一个系统是讲咱政府法令规定的，因为这部分政府伊爱公平，伊无法度考虑到大家无共款的所在。我免啦讲一条线安尼话，大部分的人拢会当符合，按个公平。像咱即摆政府的规定就是讲，好，你若要补助，照法令你就是爱户口伫遮，而且是这间厝是你的。所以像讲头拄仔咱伫新闻台看到讲，我是税厝的政府的补助伊就无符合资格。我头拄仔讲两个系统一个系统头拄仔讲就是政府的，一个其实是民间的。像讲咱即马台湾人其实伫大灾害了拢做热心，咱来捐款。这个部分其实是民间会当来做。像讲咱伫各个县市政府，像讲咱中央有赈灾基金会，讲民众若讲咱有心来对灾民做一寡帮助，其实会当捐政府，还是一寡慈善团体。因为这部分变做讲唔是政府的无偿，所以伊会当唔免这个法规绑的。他有追究啦，是像讲，我税厝的，我是不是会当补助？像讲这件咱若收到100亿，我就讲好，你若是税厝的，我嘛互你符合资格，因为这是善款，因为善款大概是讲来帮助这些灾民嘛，所以变做讲政府伫这个部分，就较无讲有司法性的问题，这是一部分。按个过来有的人厝歹去，即马咱免修理，其实是。像讲集合住宅，你100户，100户你若照即卖都更条例，你爱2/3你爱同意爱同意呢？若无同意要怎办？其实这部分，像讲咱管区
关市政府的善款，其实买当安尼来做。好，我讲921的一个案例啦。好，当初因为921咱甲迄个门槛吼降低到1/2，同意就好啊。啊，问题是讲像讲维管同意的台南迄个维管同意的加1/3尔，啊变怎处理？好啊，921迄阵就变做讲，咱有一个基金会，吼921赈灾基金会，咱甲无愿意重建的人的土地买起来，好啊，甲愿意重建的人的住户做伙来重建，啊，咱变做讲。因要甲银行贷款嘛无着问题啊，啊我着做你的保人，吼，因若无出钱，银行来找我，吼啊，所以变做讲，即个基金会当初政府其实是有一寡影响力的，吼啊，咱着用即个基金，吼帮助灾民重建，啊，即摆咱县市政府，吼其实是有即条钱会当安尼来输出来用，吼啊，咱赈灾基金会吼也即摆变做讲有一寡财团法人法的一寡法令的限制。所以变做讲，伊当即马钱咧运用边管吼，可能无当初咱921较哩有弹性安尼。好错。嘿，所以啊，私部门的钱吼，善款免哪用，其实嘛足重要。是，郭老师，上后尾哦，两位地质专家我来请教您哦。苏花公路啦，吼，乃至到讲伊，咱就知影讲伊去了，搁登去，去了搁登去吼。啊，本来讲中华公路本来也已经开始要开通啊，我看即马也搁要延前啦。到底咱爱应该安怎来对待这条公路呢？啊，大家都望讲给我一条回家安全的路，啊，这登去都无安全，这是要安怎处理呢？啊，长站到底对这个公路有绝对性的影响无？好，这个问题哦是。喘大气哦。做歹回答的啦，因为这交通，即摆嘛是搁咱台湾人民嘛是这些人住伫台湾东部的啦，啊伊嘛是爱有一条安全回家的路，啊你若无路互伊行嘛无法度，啊嘛无可能大家拢坐回轮机嘛，一定爱有路啊，就是中横、南横，啊无就是东部的苏花公路这边，所以这就是苏花这边哦，可能就是加强伊的。道路的设计标准啊，可能要增强伊的设计标准。啊，毋讲哦，来地动，像即届地动遮大规模7.2发生的话哦，嘛无法度，可能嘛无法度。爱修就是爱抢修就是爱修啊，因为这就是咱建筑物的共款嘛，无迄种袂歹的啦，就是一定无迄种袂歹啊，就是爱甲伊重建，啊无就是整修，爱快速的抢救啦。这我的看法，无这中横啦，无这苏花嘛。人无法度甲大自然竞争啦。这嘛是嘿，这就歹的啦。哦，当然是你安怎看？我来考两个范哦，咱从这条地段来讲，就一个是中横啦，一个苏花啦。苏花是一个咱北部的人要落去花莲吼，主要道路嘛。哈。啊，中横是因为92地行了，就小半封闭安尼些款。即嘛较少人去走啊啦，吼，这样啊，所以我看苏花公路也是爱好好啊去整理啦，哦，我想因为即嘛小个车你通啊嘛，火车嘛去通嘛，当然伊后摆即个后壁，你咧知影即道路灾害主要是伫和平到崇德之间咯，这段是一个主要清水断崖啊，吼，对，伊是大理岩的所在，所以即道灾害主要是大理岩的所在，所以这段当然爱好好翻，啊，但是这段。当然，当初咱苏花改哈，这段还袂做隧道啦，啊，将来可以改善，就是用隧道的方式去改善这段的落石的灾害，但是迄缓不济急，但这是会当做就是啊。啊，中华来讲吼，伊的经济效益无讲偌大，所以咱头咧讲一个中华即摆要重新再复原吼，伊即摆估计是开200亿啦，哇！啊，一个隧有一个方案是隧道较济吼，但是老师，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咱去瑞士吼，哦，人伊的公路、火车啊，公路拢伫即个山来高山内面来走来走去，因迄敢无伊是无地动带？伊遐较少地动。所以伊遐过了10年后一个5点多的地震啊，所以伊遐无啥物地动，所以他那有，敢若是情形无共款，无共款啊！咱台湾你看中华到即马嘛还袂复原，哈，对不对？啊，所以我即马是讲这个考虑啦，
这就有一个经济效益问题，一个安全的问题啊，所以这要考虑来。即马花莲遮因拢要争取加高规格的用啊，迄拢要几千亿呢？你又唔知即马搁一条树啊，搁一条6号高速公路。6号高速公路。伊要这个吼要几千亿，迄个几千亿的啊。啊，搁一点咱技术有法度无？啊，迄要考虑哦。啊，你几若千亿，你要开一个？啊，有通克服这断层无？断层无法度。一般咱的设计有的道路、高架这经过断层的所在，伊有特别的设计，唔是讲无法度，但系特别设计，伊还会破坏。袂害去，但是会歹。会歹，啊，但是袂讲大伤，啊，要注意啦。像讲咧，你有当袂当高架，有当用土泥啦，这种。